来关心代替由6月23特别起价，国民党的立委鲍昆萁要求交通部要来提出华人大党的优惠方案。交通部是表示讲5月底之前会来公布。另外，代替试办新的月台门外界积极讲开1亿5000万，伤贵咯。也毋过代替是表示讲，因为目前是试办成本较悬哦，未来大量来使用，成本就会降低。为防止旅客落雷铁轨道，代替最近试办南宿舍上下升降月台门，全长300公尺，适用代替无共款车门停库，毋过总经费将近1亿5000万。也互立委提出质疑，代替回应因为是试办计划，最达就真济功能，未来成本会更较低。第一种是要不要做月台门，有必要吗？第二种是说。有必要做，但是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？包括监控的部分，也包括我们的相关的资讯，看可不可以传到我们现在所谓的铁道园区。我们现在是1侧，但是未来我们是2侧，所以就说里面的建设一些监控呢，我就可以少掉很多。对我来讲，成本会更低啦。代替起的新票价要伫6月23正式上路，根据汇率计算，北花票价平均起32%。全国起的幅度平均是1.6%。国民党立委鲍昆萁要求交通部赶紧提出华东优惠方案，在华东整体道路无改善完成进前，无适合起价。华东居民的优惠，这个是确定的政策，一定会做。但是确定的方案跟内容，目前台铁正在研议，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来提出。要到5月30以前，好不好？好，5月30以前。好。另外，顶个月高铁过站无停的事件，原因是指向驾驶无遵守 SOP 规定。高铁除了提报奖挺审议委员会审议，也采取3大措施来改善，包含暂停这驾驶勤务3个月，进行身体测验加适性检查，发布公告提醒全体驾驶落实作业定数加征收规定，防止同款的人为疏失搁发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